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今仔日提出社会福利政策，互人甲前一阵国民党的蒋万安所提出的锁定新住民要件等等的社会福利政策做一个比较。另外一方面，无党籍的参选人黄珊珊透早就去到伊做市议员时期的选区，是去到内湖碧山岩开张性王庙，开始伊宣布参选了后的头一个参拜行程。 甲侪社福团体徛共台，30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提出伊的社会福利政策，锁定弱智、青年、时代、身心障碍、社福沦陷5大方面。外界甲提来参政一阵国民党蒋万安提出的新住民、弱智等等社会福利政策相比拼，陈时中认为家己的较完整。我对社会福利也涉猎的时间也算是长的，涉猎的越长的人就越觉得。 好点会不够，线不足，至少要面，最好是一体都要成型。39万安出席大安区后援会的活动，面对政策比较，伊是提出伫立法院的经验来说明。这2届每一个会期都在社会福利卫环委员会，同样也是秉持这样的初衷跟态度，来提出更好让他们有感的政见出来。 同时也会注重到财政纪律。根据一间电子媒体的民调结果，台北市长6个参选人目前上竞争的三卡都支持度，蒋万安是36%领先，刷落来是黄珊珊26%，陈时中是23%。面对民调结果，陈时中甲蒋万安拢讲，民调做参考，会继续拍拼。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可能要变得更让人家喜欢。持续的深耕，扩展票源。高票当选3上乡。 同一天，黄珊珊先去伊市议员时期的内湖选区，一早伫碧山岩的开宗性王庙，甲里长、民众制作会林嘉宾，展现伊伫内湖的高人气。佮有伊第一摆参选议员的志刚，送伊当初时的竞选衫祝福。面对民调结果，黄珊珊并无真要伊。每天看民调，那真的不用做事。台北市民8年前就已经抛下被政党绑架，政党政治。 我觉得在台北市已经走到一个瓶颈。黄珊珊认为台北市民大部分都唔是拿，嘛唔是力。伊讲台北市选战上大的议题是要安怎争取中间选民的认同。记者郭永祥、随林玉凯台北报道。